所以这个正量的这个基础，我们刚才一直说这个传承是正量之传承，就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不论是马尔巴、密德日巴，或者特别是冈波巴大师，那非常明确。冈波巴大师是在六法里面呢，他专修一个就叫着火，他没有碰其他几个，专修一个着火，然后专修着火来控制他的生理，改变了他的经验，让他的气在不同的地方运行之后，扭转他的经验，而证悟到心性的大手印。这个在传记里面都写得非常非常清楚的。지난 때네 보라 다르데 상하 도지 특과도 소라 때네 냠네 남람 빼 만다와 망보 짱모 망보 빼야리 얘네 양네 다 상하 도지 특배 냠네 때다 가리리 세네 뭐시가 잡았다마 얘네 벤촌들이 세와 뭐 쪽사때 때네 나로 추로래 라바시 야마리 소유 나출라 야마리。所以说，在藏传佛教有流传了很多的秘法，无量无边，大家一定听过很多。但如果当有人站起来问你说，好，藏密的特色是什么的时候，当你要指出一个东西，这个没有比纳洛六法更适合做譬喻的，就是透过生理的操控来扭转心理的经验。那么我们介绍了噶举派的思想，噶举派的实修，那噶举派的行为或者说行持，日常行持是什么样呢？我们称之为平等位。대네 장인당 약조라 체바르 추네 마제베세네 대네 지과라 세베게자리。所谓的平等位，味道的味，平等位的意思是不去刻意分别好坏，喜恶的对立，平等的看待事物，是噶举派的行者日常的一个态度。对，同啦대네 낭네 랑그 샘조를 냠도 연디 제용으로 와 냠도 연디 제용은 내가 없어라 다당 아주 그 장인당 우보당 우미 약조 망보 센도야 다소 타마 말람도 주마나기 줌바 찍과 찍장는 동거리 디 점진라 때네 고주 체바르 추니 메바 찍과라 로뇽 투바리。所以这个平等位并不是我们强迫自己想象一切事物是平等的，而是说当行者内在产生正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对于外在的这种经验不再有好坏、有无是非的对立，他能够平等的看待。但提个但了哦，他但这不等你啦，但感觉把跟这不的什么都完了。噶举派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证悟心性。동라 가래 라고 요리스나 아주 되니 산지 주로 나노네 산지 꼬솜라 당 이식나라 소바 바마모 이시 대야 요리 디시 대야 되니는 랑그 심니 드바파 잔 온도 주바 해 마도바게 산지서와 해가 주 빼샤 소바나게 로스 초 주야 해 추네 마이바 대시고리。所谓的证悟心性，指的就是说佛在经典上谈到的佛所具备的智慧跟三身等等的功德。只要透过于心性的证悟，它自然就会彰显出来。不像我们要做生意，你还要花很多钱去累积啊，然后到一个点你才会买到这个东西。不是透过于刻意累积而达到的，是透过于心性的体悟来去净化障碍住心性的这些东西，让它自然彰显出来。他呢가지고 봐가 다 틀린 내가 그래 내가 세당 도서는 다做去懂得讲那等你学家了。所以最后噶举派的行者们在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见，在这样的实修，就是所谓的修行以及果见修行果之后呢，噶举派所修行者所实践的事业，彻然就全然是以佛法为主的。就在这个正量为基础之上呢，以佛法为目的，以大所谓佛法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行持，是噶举派行者的事业方式。네, 뒤짐생라 때네 제일 가지고 봐다 하바도 까마보 공평 나라미케게 다니 찹시게 레가데 다배또 흡천보 매종세나 토보야레 나바 대빈시관라고 시예네양 보고 다네 자나자우로 와세네 보고 자오세나 시 토비아요다 다때 싸와니네 케만다 너나 까마보 공평 다다 줍데바도 패겨와 도수그 찹시게 레가 추니 레뇽요 말에 가이스는 주로그 레가 마도 지비게 레가 데니라 고주 틀레데 추니 짱요 말에 什么意思呢？就是噶举派的历史上是一直都跟政治不沾边的。对，噶举派的历代大，特别是历代大宝法王，就是不是没有能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比如说第五世大宝法王是明成祖的国师，明成祖对他非常的信任。如果他有这样的目的的话，他是完全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利益。但是呢，噶玛巴的世系，特别是到现代的噶玛巴，都完全没有与政治有任何的挂钩。这不是能而不能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对这个有兴趣。因为噶举派的特色就是以法为主嘛。但是噶举派个냠리데 무구리
냠린데 무그레 때네 냠린라 카보직톱 시맹다레 미 보바 같은 시야 요리 카보직톱서 미 제요리 스테이크 네 용조 세토그리 시보 가준 시당리 대나기 무라말 무주부 유차난 직딘데 그 델레이다 다가 나기 그 직딘 데베가 때네 초고 우도블라 소바도 용조 나랑라 톱 용그리 라那这个地方所说如果我们讲到这么多东西，那噶举派的一个入门修行是什么呢？称之为前进，虔诚的恭敬。前进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藏人他们就相信说某一种稻谷，你只要得到这个稻谷之后呢，你的田就一定会丰收。他们以这个稻谷来形容这个前进。当我们对上师有所前进的话呢，大手印的法门以及我们对所追求的东西，它才由此打开。所以说，就是它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开始。하다 까마 참이 세와케 까마 바 꼼튼 되네 아 쭈바 로마 세네 티케슬레 야마라 추주원소 고소마 헤레 콩게 되네 루추나네 지요레 되네 제 가지고 바다 하바다 깐상 가지고 고소마 헤예네 zon데 까마 발라 되네 미시벤 대바다 무구시 여바 예나 투상 곰바카 레가 yen다 칸시 마토바 예네 야네 테네 제와한다 당 제와 스마르베 yen데가 테네 상제지 공판 토비아 그 동치분 쪽도거리 테네 무구주부 초거리 있네 지요리 噶玛恰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是第10是大宝法王的弟子，第6是相马仁波切的弟子。在他的这个指示里面，在他的一些修行指导上面，他说作为一个噶举派弟子是很幸运的因为作为噶举派的弟子，特别是噶玛噶举派的弟子之后，仅仅是对大宝法王噶玛巴维持这个虔信以及修持的动力，那就算你没有花什么太多的时间在文思修上面，你也已经走在成佛之道之上，而且你会就是一直往前走，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特色。네, 다 가지고바게 되네. 라메 로마라마 티셰라. 라메 로마라 티셰베 내가 없어라. 용치 세야的些个。那么噶举派的上师们在给予弟子教导的时候，一般会讲到所谓的经验性的指导。经验就是他的指导是基于他的经验性的。되네 강 라브레스데 되네 가서 제단게 뭐도 계자 셰베 내가 없어라. 빼자 나는 눈도 되네 시에게로 와 가지고봐 그때 시에베 내가 없어라. 되게 말해 되네 냠린데 냠슨 된달란두 나랑라 냠도 연이 담보지 다다지 지 차와데 로마라 해용도 내 냠린 데르 주비니 내 냠린 데르게 졸리 내가 없어라. 냠도 연이 내 제근도 좀더 손나 좀더 주야가 타반데 시고도 코란라 참아 냠뇽 무슨 저거 예배가 고네 해그야리 所以说，噶举派的特色是在上师给予弟子教导的时候呢，它并不是纯然教理性的，不是很学术性或知识性的，往往会牵涉到经验。上师会告诉弟子说，我在做这样的修持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经验，得到了什么样的体会，所以呢，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也会得到这样的体会跟这样的经验。它是一个上师把自己的经验全盘托出、和盘托出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跟教导。对对。테네 정직된 순군지 코란가 로드시에베 내가 없어라야 다 콩가 테네 소마 망보라 빼자 테네 동사모 망보시에바이 얘네 소수 냠리세네 냠뇨 졸라 마티바 측직시에미 송 야리 这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止贡噶举，噶举派的另外一个分支，止贡噶举的吉田颂公他是创始者。在吉田颂公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说呢，他对他的弟子们宣说了很多的法教，都是很多的经论的法教，他讲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字是跟他的实修经验无关的。他没有讲过，他没有逾越讲过任何一个法门是他自己没有经验过的。干嘛不就多的？等去路现大，给那去现大给呢？等娘们吃这人这些嘛。他就讲，냠리 책제라 넘바마 타교 돈에 된도스 가지고 로소라네 책제라 로다 다와라 냠리시네 냠도 연디 제조네 로마레 헤그리 디 점신라 티네 헤바양 타초바 용어레라 냠도 연디양 로마줄레 야 타교제 투구리 송야 第8是大宝法王曾经做过一个比较，他说很多的教派在教导上面呢，会对于一个道理用很多的文字去形容，然后再传授，这是其他教派的特色。但噶举派的特色是一个文字，它是反过来的，它是一个文字本身蕴藏许多的道理，而这个文字呢，上师本身必须付诸实践而得到体验，他才会能够真正的去给予弟子这样的指导。
但这是拉玛让个当不娘哩噻，娘都有点急，对，老马来先把人被军进来对呢，但呢，家就主头讲做是呀的送啊的，他家就把拿了啦，但呢，前个春节是话拿去忙不许不多啊，但是他们就 ready 个，但呢，靠老马主头的说呀。你甚至没吃不忙不送头把的，可是那么俺让人娘都用的没白人呢，没落家他把了写的白人呢，老嘛娘都用的只用途不买的。所以呢，噶举派的这个修行者一般都会被称之为噶举成就海会哦，就是说每一个大师他自己，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他会把他的经验谈传授给弟子们，才能够对弟子们产生这样子的正面启发，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实修的成就者。对的，现在因为送章，噶就把那么这个有，那么定个有呢？对，俺让那么这个呢，娘都用的有个嘞，俺让个那么定个有呢，娘都用的钱，等你出个嘞。所以总的来说，如果作为一个噶举派的行者，你想要依止一个上师，你必须依止一个有正量的上师。同样的，当你要作为一个上师的时候，你也必须是一个有正量的上师。但呢，去的时候娘那些不那个说了，俺让来养娘当多把事呀，但呢，个sem的。你就话套那个，但你这当娘都用的，老娘都用的是的sem就话套用的，俺让个但你大话等讲着的哇，但这些高了娘都用的是吧用呀要的，他说样但你说是你的真送是样的，我当呢每天每啊啦说吧，现在呢这都是吧买吧，三节节干呢那些要把得当对吧，见到我们都打呢，娘都用的让步的，俺把家里也没心机写个的。噶举派的这个指导，我们当然提到很多实修的一些口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它是全然可以以佛陀的经典去做校正，可以去判断说，以佛陀的经典作为底蕴，然后去判断说他这样子有没有符合佛陀的教导。刚一些那的呢，我就参见就话，偷的那做家里生活有没个搞的，他。什么新鲜的三节嘛都他什么新鲜是要嘛的，第今天来点呢，第送下班来上班是要嘛的，是刚帮不了家呢，娘都演的新鲜是搞的。所谓的正量跟觉受，就是对我们内心产生的改变跟影响。我们内心原本都这样子想，它现在有了改变跟扭转。而谁可以去证明呢？就是佛陀的经典，因为经典能够去佐证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正确与否。大家啊。我说他晓得嘛，但呢，娘到人的个搞的时候，他起码借用啊，人呢，我让杨大一面的时候，上节就搞帮不了，我就下个的，嘛都，等你贴近了，你都没见跟等你làm到是吧？他说那空就古东亚嘛的。所以说，总之呢，一个正量与否觉受，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佛陀的经典作为证人。我们并不能好像人云亦云，那个是谁这样说，谁这样说，我们要有经论根据，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家就别个，等你切就搞的时候，刚这些老多才把这我嘞，都是些许不人，等你带上车上公的。对，可是了，就我这个呀。没都有的有，都抓有，抓不是有。你那个些呀，得得让下面。那是。所以呢，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你们浪费你们时间来讲噶举派的历史，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然后有问题吗？干嘛就这做？我说2个问题，有没有问题？老师啊，因为刚刚那个老师有提到说，那个在佛法里面善恶是有他对一个人的心的影响来看。可是有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假设一个小朋友从出生他就一直被教育到他觉得杀人他不会有任何的非议，那他这样去杀人的话，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善还是恶？变成可主要这个，大家所以给第一个话题说说了，对话同我中话题了，也话这个咯。大概是背上来呢，目的开始嘅，可给我他个见的时候，不军见的时候，他说句背啊，或者是，他想呢，他个罗青木就在讲说，个咪现在被基本中被他现了，他搞啊什么都他被基本的就中国咯。对，看这个意思，对。可能说句吧的，对那没给我一那样，他可难忘了，他给我的，对我的就下多。哦对。这呢，这当同我来的对吧？基础嘛，老师，同我来对吧？基础嘛嘞，刚一是的甚至说都学堂间的是个了吧？老师，同都这马干的这个学堂间的用的，说切讲了嘛对吧？那个样懂嘛嘞？大家那些个这个这个的是差不多几套那样，个。所以这个东西的门头呢用了哇，开里家里有没个给家讲嘛的，别呢，给这些的文字跟讲这个嘛的哇。那是。
你给我了这把从江州嘛是吧？这把这把从江州嘛是吧？哦，对，东汉这大东汉的了，基本也东汉的，懂了。所以这个第一个点就是说，你要了解善恶不是文化差异，不是说这个文化里面这件叫善就叫善，不是那个文化里面那个叫恶就叫恶，而是对我们的效益这件事情，它是普世的，不会限于文化而改变。好，如果你刚刚例子来看的话呢，杀人的动机，一个孩子假设他是从小到大被教育杀人是件好的事情，然后他就很乐于杀人的话，我们都知道杀人的时候不会是抱持着一个快乐的心态去杀人的嘛，杀人的时候一定会牵涉到情绪嘛。那这个杀人的行动以及他所产生的情绪，不论是贪嗔或痴，这个循环会一直持续，因为他在杀人，然后那个情绪又被强化，然后又再杀人，然后情绪又被强化。所以如果以遥远来看，佛法会说这对他的转世，他以后不会转世到好的地方。但如果以短暂当下来看的话呢，那也是痛苦的，因为任何的情绪产生都不会是快乐的。所以这个跟文化无关，不是说这个文化里面认为这好，对他来说就是好，而是每一个人不论文化怎么样，有些事情天生对我们就是有负面影响的，比如说负面的情绪，不论在哪个文化里面，这是一致的嘛。所以佛法所说的善恶以及它所带来的快乐跟痛苦，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一下把两个吃掉的，你先说，就是刚刚既然提到说它佛法不关乎文化，那所以某个层面上，但比如说像我们本身是一个世俗的弟子，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佛法其实也没有要我们去完全的排斥所谓的很多的道德规范。某个层面上，它还是比如说以中国来讲，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可是佛法并没有要我们舍弃孝顺这件事情。那在佛法的观点里面，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世俗的规范？佢仲有啲乜嘢？能出成日啲即係能出幾點白咯？幾點白印度？能出幾點白咯？幾點白印度？幾點嗱？可能佢路數成日抓，可能佢人生啊抓，可能佢但只可能佢簽就自由咯。但係講明就係那思緒成日被自由，他們那思緒成日被自由，然後就其實上嚟被白人哋對應曬咯。那啲經濟點咁咯？但幾點被路數跌到，能出去巴達啦，能出拍地用啲，但幾點被路數跌，能出啦，佢幾點路數跌，亞家自己咧，都家自己咧，肯定就冇整過嚟。난주 기스. 네. 난주지 되네. 이제 야랍 조상때 난주고 이해를 저래. 그래서 이제 야랍 조상 그 때문에 난주를 좀배기는 로고리스. 난주 이해를 저래. 그래서 야발을 저래. 또 난주 두지고 이해. 배나 제거라 파마라 쓰지고 로도 매비이나. 되네 파마라 핀당도 로제가 말아와. 파마라 핀당도 그 로도 맞제나. sem jin pin当都落结嘛， sem jin pin当都落嘛， 呢上求生谁呀都用过可能用嘛。基本上佛法在无论哪个地区，虽然说它跟世俗一般的世俗主义上的可能规范或者是传统并不全然，并不全然相同，但是世俗上的一些规范可以说是佛法的基础。举个例子来说，孝顺这件事好了，孝顺举例来说，孝顺的本质对父母希望能够利益父母的这种念头，这就是一种佛法的修行的基础啊。因为如果你没有产生这样的念头的话，你没有想要利益他人，你很难产生佛法的任何修行的。所以并不是说佛法绝对的要跟随世间的善业或者说世间的规范里面的好的规范，而是说如果你有持守世间好的规范的话呢，那它对于你的佛法修行会更有帮助，它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基础，是这么说的，而不是说你从佛法角度来看，你一定要这个，或者是你排斥这个。所以等于说，他都俺得练的这有了，干嘛前面这个有了是，但你严重些不搞不说，去当这个宗教的，你们的那个结果了，但这个那路那个结果了，但他们那个结果。啊，这把年龄现在没了，来把南京这边那搞出来，你这个讲话的，去当这个讲话的有过的，老师。这个刚好恰美有做了一个非常精辟性的指导。他说呢，当我们在利他的时候，在利益他人啊，在利他上面的时候呢，佛法跟世间规范是同行人，但是在个人实修方面的时候，佛法跟世间法是背道而驰的。对，所以这是看你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指导。老师，把这紧上。哦，老师。好，那就大库松我没了，没了。他库松没了的，你出行过没了等个的大。应该说，大家再见啊！翻最后念那个回向文跟妙喜净土愿文，正讲。如其求是正等觉佛，你觉多劫十方三世等诸圣者，一切所愿，所有众生。